所有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的歌谣，几乎都是创作的，对，大部分都是创作者，大家就传唱了，就传唱这样有一个人他创作了，哎，好听，这样。不错，就传了。创作出来这种很美好，比如说朱尼哈、玛莎达、古吉达尔这种大自然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年代是不会出现这样子，但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开始慢慢的知道大自然的力量是什么。有这样的词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。因为哪高他创作很多学校的歌谣，比我更认真在去问老人家关于这些字啊，跟老师讨论说那个字适合用在什么地方，这样。有时候我自己文法也是颠颠倒倒啊，原来那个话阿美族的话是要这样子说。应该是我来共学园，我自己也跟着小孩子一起学习。嘿嘿呀嗨，哈嘿嘿。